你有冇試過偏頭痛好辛苦啊？我哋可以試下以下呢3個中醫方法，睇下有冇邊個可以幫你舒緩到偏頭痛。第一個方法咧係壓我哋手部嘅穴位，喺手指尾對落掌心呢一個位置，應該可以摸到一嚿骨頭，輕輕按壓上去。如果你發現好酸嘅位置咧，撳多2下，有機會可以舒緩到我哋兩側嘅偏頭痛。第二個方法就係掹耳仔啦，我哋將我哋拇指同食指掹住兩邊耳仔，輕輕咁向外拉開，只要有牽拉感就可以，千祈唔好太大力啊。輕輕拉大概5至10下，都可以幫助改善我哋頭部嘅氣血循環。第三個方法就係按壓我哋嘅咬肌啦，喺我哋牙骹對前方呢度會有嚿比較硬嘅肌肉，撳落去，放鬆，重複3至5次，都可以幫助我哋氣血循環㗎。